天的事一定要今天完啊！我冇問題。你對眼有問題。佢見我新嚟啊，個人又咁善良，人品又好，又冇不良嗜好。啊，仲係單身未婚添，啲馬騮都係喎，使唔使我同？我同佢哋冇偈傾㗎。背嘅時候一定要好小心，一唔為意就會過火。就是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的设定，这个男女主角的年龄大概是多少？我个人的感受是我完全的被2位演员还有咱们的旁白的老师，然后带入到咱们的剧情中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这里的观众的水平很高。在香港的话，我要观众跟我们交流不容易的，他们很比较沉默，比较含蓄吧。这里就很热情，容易就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双向的一个交流，我们特别喜欢，尤其很难得。这个剧大家知道，它是在一个小岛上面发生的一个故事，刚好这里有一个湖心岛，也是一个岛，在这里做一个小岛的故事，特别有感觉。